天時凍咧，做運動咧有幾個重點嘅。第一件事咧就要適量飲水，因為咧天氣太過乾燥啦，水分流失得特別快，加上咧出汗同埋如果飲水唔夠咧會鼻渴、口乾，會容易流鼻血。亦都會容易鼻塞，因為天氣一轉啦，冷風一吹咧，個鼻咧就會流鼻水噶啦。咁所以咧，而冬天嘅時候咧，做運動嘅小朋友咧，要記住咧，要飲和暖嘅水。飲水做運動之前要飲足夠嘅水，做下運動中間亦都飲足夠嘅水。做完之後咧，飲水之餘咧，仲要食生果，仲要飲湯，幾樣嘢咧先能夠補充佢嘅水分。咁咧做運動咧，我哋要記住咧，室外嘅運動要減少，因為室外嘅話咧，佢個風咧好快就扯乾你嘅水分噶啦。室內嘅咧可以做，咁但係咧室內咧要注意身體出汗嘅情況啦，因為由於你天氣涼咗，你出咗汗係唔知唔覺嘅，所以你身體咧個水分好快就會消失晒噶啦。咁如果你想個水分多保存喺身上咧，湯水係少不免，再加上適量嘅水果等等。咁咧，如果小朋友想佢快高長大咧，你唔落水，嗰棵樹係唔會長噶。